先前4连胜的游骑兵队，面对同个分区暂居第1的太空人队，上演德州大战。太空人在明星投手维兰德先发7局，送出8次3振，只丢1分的情况下，以7比2终止游骑兵的连胜之旅。这场比赛，游骑兵派出的先发投手是 Drew Smyly， 不过第1局前2棒就够让他伤脑筋了。球赛播报员1好3坏投出 ，Altuve 这球打得扎实，飞向左外野越过全垒打标杆，一支2分打点全垒打。Jose Altuve 本季的第8号全垒打，太空人队先下2城。小巨人 Altuve 1棒石破天惊，但是 Smyly 同个球路再来一次。球赛播报员现在是 Alex Bregman， 在垒上无人的情况下，1棒打出去很强劲，飞往左外野方向，势头不错，出去了。太空人连续开轰，取得3比0的领先。这场德州大战，太空人第1局火力四射，让游骑兵队措手不及，而且 Altuve 就是跟 Smyly 过不去，2好2坏又逮中这个4缝线，1棒送向游击手后方，左外野手前面，3不管地带的德州安打，再添1分打点，这也让 Smyly 先发3又2/3局，提前下台鞠躬。只是游骑兵的中继投手也挡不住太空人队的火力，各种安打齐发，第5局更以连续3支2垒安打，再度攻城略地。尤其 Springer 这支打在全垒打墙头的长打，一度引起是否被球迷碰到的争议。经过裁判检视，维持2垒安打原判 ，Springer 少了1支全垒打，球队则是少了2分打点。不过没关系，因为太空人已经取得7比0的领先。游骑兵受制于太空人明星投手 Justin Verlander 的犀利球路，前6局一筹莫展，靠着 Danny Santana 这一支右外野方向很有机会。没错，球掉进了牛棚里，是一支打破鸭蛋的阳春全垒打，本季的第1号。Verlander 主投7局送出8次3振，只丢掉这1分。球赛播报员 Joey Gallo 很高很远，而且出去了游骑兵虽然在第9局领去秋波，补上1发阳春炮，可惜于事无补，其他球员手感冷到一个不行，全队只有4支安打，敌不过打出11支安打的太空人。中场以2比7，游骑兵终止4连胜。